国民团体一寡青鸟会去国民党部抗议，就是因为立法院的国民党团这礼拜一伫内政委员会初审通过选罢法的修正草案。民进党批评讲，短短3分钟就过关是违法，这会期无准算。若明仔载议会会阁排审选罢法的修正草案，国民党团要拼三读通过。 不管国民党立委拜一伫内政委员会3分钟初审通过选罢法修正草案，立法院拜3条约协商，拿着继续交手。出委员会之后，已经委员会有新法68条，请看一下好不好？就可以。我们法律没提哦，依执行刑事法送院会来处理。今天新法68条，我们有所有的法案都是经过已经协商，现场可以不协商啊，跳过去啊，没有达成共识。 未来就可以交院会处理。公调委，我希望你作为总理院长，我们就看你。我都快搬到中立去了，我真的很中立。好。条约互相拼定另一边，因为民进党立委占做出台，空旁半一个内政委员会出现空旁，议用宣告会期延长到暗时12点的国民党一点会习近平下晡4点总算出现，完成技术路确认，佮宣布继续开会。暗过伫场内行政院秘书长蒋明鑫接到电话了后，甲相关官员离开。您是不是可以马上回来？我们现在会议要持续进行。谁请你离开的？不是，你已经什么？你已经他说他要再看一次，可以这样。我现在要开始会议，你是得到错误的资讯是不是？谁跟您说可以离开的？ 将总立委甲连对空气质询将不管提出谴责案，向下被三所有行政院有权拜五议会要排审选罢法、宪法诉讼法甲在违法修法，国民党团要拼三读，提早伫议会外口备战。民团阁号召青鸟伫国民党部甲立法院就会抗议，对条约对立严重。洪胜总统热清伫民进党中常会表示，希望立法院议案审查应该充分尊重民主定数，条约有更较侪时间空间讨论甲协商，才是真正民主制度。记者综合报道。